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那片我沙皮，譬如讲我屏东嘅话，常都讲，我屏东我沙皮，一句话其实喺我哋見我常常會談到，有啲表示講，其實幾多人對自家嘅故鄉感覺到幾驕傲嗬，我們都講感覺到幾沙皮。迄是因為吼，喺幾多嘅在啲地方裏邊，有幾多人喺幾努力喺做我哋嘅地方創生，同時嘛喺保留伊自家在地嘅文化。一方面可以保留過伊哋自家原來嘅生存嘅方法，同時嘛係希望講年輕人可以歸到我哋故鄉嚟，天數強下來打拼。你今日有想到我來賓咯，係來自我哋屏東我哋新北沙期發展協會嘅理事長，我哋水芹姐來到嚟現場，亦同人講，伊哋當初係讓我哋新北開始打拼，同時保留我哋客家文化，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水芹姐來到嚟現場。水芹姐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新北沙期嘅理事長莊水芹。水芹姐，因為我哋啲觀眾朋友對你可能嘛有一些個唔熟悉啦，吼，你係咪同啲觀眾朋友再要紹介一下你自己還有你自己嘅發展協會好冇？好，我接理事長2年嚟啦，好2年lang嘅。啊，因為之前嘅理事長吼，鍾理事長，因為看到我哋沙期嘅樣呢無幾進步啊，吼，無幾嘢吼，一路因為村民咧吼未接落來做啊，吼，因為都退休啊多嘛，吼，啊，你想講想辦法去幫人哋新北沙期，吼，可以進步冇啊，故所以路吼伊啲公園啊，吼，廢墟用嘅呀，吼，你提今年啊，從伊啲一下公園，吼，啊，你96年一下，吼，你成立一樣嘅關懷據點，吼，你咪用政府1毛錢啊，吼，你來用募款嘅方法，吼，將一新北關懷據點，吼，提成立起來，吼，而且可能有安尼看你都有失敗，別人感覺到唔會諗安尼。我意思有啲問題，譬如講，像你自家嚇，唔講你先生嚇，還有你自家本身都有自家工作嘛嚇。我都想講做乜嘅會想愛去，我哋講愛去搭公共嘅事情。其實伊50歲老師退休嘅吼，本來都要好好規劃自家退休生活，但是村民都未做理事長啊，嗰時候都伊講吼打亂了伊嘅退休計劃，嗰時候都安尼做落去啊，做落去村民都感覺到講做啊蠻可以啊，吼啊今年後吼，問題伊冇做，伊係唔做。喺我做，因為伊8年多嘅啊，8年多已經過8年，哎呀哈，如果講問係來交給你嘅，唔係問係做嘅啦，而是村民啊哈，想講我哋做，也許也看能不能也更能夠讓新北哈，看你多安尼新北也進步安尼啦。一般來講吼，我哋聽我哋我演示過程看到，譬如講我哋理事長啦，還有我哋總幹事，他們嚟寫來，啊大家做事可能有寫麼嘅啦，有寫來，可是從睇屏東人嘅話吼。反正真係睇到有1半以上嘅沙期發展協會嘅總幹事冇理事長，全部係寫麼嘅。我想講，奇怪，做乜係人家也就我哋講富人家吼，按好來做我哋嘅公共事務，喺度係訪問過幾個我哋嘅寫麼嘅總幹事啦，冇理事長。因為講其實哦，對伊哋來講嘅話，做一個我哋講沙期嘅事情啊，你想做嘅都卡事情用嘅，因為伊嘅生意本身都睇太嘛。嗰時伊哋以前都做豆腐媽媽啊，伊哋以前都做乜嘅東西，嗰時等於講，等到生意太嘅路況，伊哋嘛看到呀沙期，到底那有安全冇？好，那有乜嘅改進了冇？生意太嘅，而家照顧老人家，好冇？嗰時等於講，而家做一個社會關懷據點，好是沙期嘅關懷據點，等於對人來講嘅話，嘛等於如果把我自家愛照顧路卡嘅老人家，睇醫生嘅嗰種力量。那個照顧我哋上地步嘅，我哋沙期地步嘅老人家。但係當初成立我哋咧關懷據點，伊都冇拿政府嘅錢，我哋用募款嘅方法，是募到幾多錢咯？我哋先下做一公園吼，你募到50萬，2個人募50萬都做起來。係，啊，我哋村民啊，個擁護啊，吼，啊，再加上吼96年以下都成立關懷據點，你咪用2個月嘅時間吼，你募50萬都提做起來。做乜人嚟講，有個地方吼，安尼是唔得用政府嘅錢，因為
快梯啊吼，迄北宫梯无法度抢钱，故说俺哋拢用结合俺哋村民的力量吼去做迄个，因为俺哋村民啊吼都有一个想法说，俺哋新鼻啊吼能不能有一个让人家看得到的地方，让人家感觉到。因为老人化越来越严重嘛，有的地方和本老人家和集中的地方可以快快乐乐过日子安尼。因为就提讲，其实你的沙溪关怀基点同时嘛，还有一个客家文化的基点嘛吼。那当初我想到要变成一个客家文化的基点嘛。因为老人家更来更多啊，俺哋都想讲，也无提成立一个据点吼，本老人家安尼过过快乐啊吼，迄俺哋。感觉都迄眼的基因用的呀，有时候想讲吼，好上去出去的啊，存到老人家睇一只，眼的能力吼，眼的志工啊吼，志工有法度的眼的都提吼邀约起来吼，去种啊地方吼，咪拜六都办法通啊，跟像人家人沙溪地方，大部分都行业咩？大部分行业。大部分都行业。嗰时等于讲对人来讲的话，其实客家文化。但如果冇唱过有啲位沙溪，有可能有啲原住民啊，冇都有啲位好容易喺啲沙溪地方。嗰時其實一般人來講，客家文化睇嘅沙溪地方嘅嗰種感覺到個淡。嗰啲人沙溪地方應該係歸，算是一個歸還之內的客家沙溪吧。有一系列哈，佢嘅好多人，但是你沒有同人哋融入嗰個。那而沙溪關懷基點，差唔多一個禮拜差唔多送一道課啊。我哋一禮拜一日，如早晨也有，下晝也有。哦，一禮拜一日，但是喺早晨下晝共一日。嗰時等於講，一個對我哋沙溪嘅老人家來講嘅話，等於一個禮拜可以拜面啦，吼。可以拜面，因為我哋講其實像前邊一幾年，其實做我哋客家文化保存啊，無論講。我哋睇嘅沙溪關懷一部分做規劃，你哋其實通常講嘅北宮嘅部分，北宮嘅部分反而同我講起啲乜北宮梯，嗰時冇辦法一搶錢。因為既是工業啊，幾多年，他有整一年或8個年啊，嗰時冇辦法取得同意書。錯，就變成講害怕用北宮變成一個基地的時間，冇辦法拿到也被北宮梯的一個同意書啦。等於講冇，真是冇辦法搶到錢。嗰時都用募款的方式啦，我哋村民啊，佢踴躍啊，都為咗新幣嘛，都吼，佢夾都冇幾多錢咧。我哋先講一下也北宮吼，也北宮睇人家沙溪地方，差唔多幾位啊？我100年了。我100年，係你講其實也係啲。村民的個創業嘅一個配合嘅地方啦，嗬。嗰時我哋平常我哋戲服辦法全部睇下北宮梯呢。攏睇嘅。咁你發到等於講，其實睇下北宮來講嘅話，對嗰啲老人家來講，萬事都睇佢了嘅，嗬。錯。咁像佢北宮地方嘅話，像人們從來我睇佢北宮沒有攀馬嘅法通啊。我哋叫那個正月15日哈，我有祝福嘅儀式啊，嗬，如請老人家食飯，嗬，啊話有拜神殿嘅法通。如他家人都睇一隻嘅，有困難一日的，有出神殿啊，將來嘅如出神殿啊，哈因為時代進步嘅人口將嘅個少嘅嘛，如有神機，什麼也係古時候他家會睇一隻嘅鬥鬧日，青條。因為其實神殿，他家人可能有聽過啦，但是神機啊，相信觀眾朋友可能聽不聽到咩，乜可能拜神機啊？你咪用下機器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個，乜可能神機啊？神機你去講嘅什麼？你咪更加難唔攏平等嘅嘛，我說什麼嘛又可以，等於講你咪出神殿用嘅啊，帶出來同他家鬥鬧日。他家歡喜一下安尼。意思也係我哋因為也幾年我哋生意嚟叫我個少，嗰時以前是講細奶嘅如講細奶嘅話，我哋都拜神殿嘛但是平常縣政府因為講，其實更加唔單止係講細奶嘅，無論講細妹嚟講嘅話，其實都佢即係得到他家人嘅祝福啦，人哋北宮嘅祝福啦，人全村民嘅祝福。嗰時睇拜神殿嘅另外一片，叫做譬如講講到係細妹嘅話，攞嚟拜神機，飛上枝頭，新枝頭。其實我因為講，
也真的各有意义啦。因为其实个什么，像我有创业啊，如迄个生意，如或者个创业啊下一台啊，好，我唔单止讲将来也可以变现的，然后将来还愈可以摆咧心机。咁像头先係講萬福嘛，喺睇北港沒有幾品牌。係錯，係。其實像我記得講人哋新比嘅品牌有一啲做一啲舞台文啊，咁樣睇人啥去表演咯。有啊，有辦發通嘅時節吼，我哋關懷據點嘅長者吼，無論媽媽教師咧，攏要睇表演。係，中華當初我想要做一個辦一個舞台咯。你有發通嘅時節，你變嚟有一個地方好表現啊，因哋嘛教我去跳啊，對自家佫有信心啊。因為對我哋來講嘅話，譬如講新美同重用，你講假動啦，嗬，嗰種一方面行開線嘅話，可能都真係會行到假動去。好，但是其實對新美來講話，除非唔撈一批，嚇唔撈一批，希望其實嗰隻路，佢對嗰邊路是隻小都肯定去嘅。佢假動講見邊啲我哋觀眾朋友睇到我哋新美嘅話，有新美那個地方可以好留了啊。新美。我發現吼，青島地方可以撩的哦，佢講呢，因為我哋之前啊吼，你冇睇睇安尼注意啊，啊一項我哋注意到啲盤點出來吼，青醬有我哋葵涌北宮，因為一個店，吼啊葵涌北宮嘅後面，如萬豐皮嘛吼，因為咩青醬，因為一項攏嗰朵荷花啊，係啊水嘛清香，也水路啲江總嘅清水公園流落來，哦啊就是。浮流水嘛，嗰時候一定槍啊，佢講嘅準橋，吼啊，再加上過去啊，吼，有碉堡啊睇，用嘅碉堡，碉堡如日戰一下吼，日本人做嘅嘛，啊為了屯盟軍啊，吼上戰嘛，吼啊因為碉堡冇戰，日本人都先走先贏嘅，嗰時候留下遺跡睇一隻嘅，嗰時候也都歷史嘅一個見證用嘅呀。啊也哈都保留下來吼，變咗一個景點用嘅。新美算是我哋6隊嘅組隊哈，啊從我哋嘅家棟強下喺我哋嘅組隊，但是以往來講，我幫我哋從頭我講啊家棟有乜地方好了，其實也經驗其實新美一定也好了。有時下我哋行我哋買嗰度國景菜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新美沙期發展協會嘅理事長莊水琴姐來同我講，一定當初係讓我去成立啊協會，同時們作為馬嘅沙期地方軌道佢創業嘅發展。啊，地講其實喺6對300個時間，有一啲沙期劇場係睇唔到呢新美嚇，你我哋咧總頭劇場咧新美。你咪同我廣東朋友小解下講，亦喺總頭劇場嘢劇名係乜嘅，然後以這個大部分嘅嘢係做乜嘅內容好冇？一擺學會去睇6對300人睇我哋新美吼，做一個劇團嘅啊，主要是講我哋新美同家棟嘅故事。啊，新美同家棟嘅故事，係因為一擺睇新美做係以後啊。都可以到女僕嚟搞工廠啊！係啊，我哋小一看，哦，原來係講，因為我看唔是講，我哋睇下啲講係長水嘅故事啊，冇啦，應該講係熱水嘅故事吧？嚇，有啲北宮，然後有兩個北宮，然後他講嘢嘅時就講嗰種愛潛水人嘅故事。係啊，佢係睇新美同家棟嘅故事係咪？係，先下都安尼啦，吼做北宮嘅啊，吼北宮北婆嘅故事啊，吼。嗰個路吼，為了好西瓜片，係好西瓜片，係所謂西瓜片，都係因為先民啊吼，生活幾辛苦嘛吼，啊為了種小動種西瓜，如河巴呀吼，如好天來嚟種嘛，因為了生活啦，嗰時候都上漲，用石頭嚟接嚟接去啊，好天來種作啊，係
水的关系啊，水因为有水源的工作啊，古时候我身躯热浆，淋也得嘛个农作物也得啊，咱有水，古时候是讲温度也饮水思源嘛吼，咱有好种作安尼。我等于讲，也个故事是真实的神秘挂动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哦。真实的哦。其实是怎么爱将西瓜片？因为呀，天内啊吼，河巴天啊吼，对种西瓜、冬瓜边也着烧冬啊吼，是迄天候的土质。好，如等于讲，因为其实西瓜同冬瓜爱嗰种沙质地啦，吼，嗰种沙要嗰度天呐。沙嗰度天呐，等于讲，太水系咧系我哋，比如讲入冬啊，个水果烧的时间，然后从河滩底部出现个沙体，但是个沙体等于如磨竹人的体磅，系咪？冇。嗰时万一如咸浆咸养，如可以种西瓜。嗰时爱咸浆，所以你推下一下吼，你会咸浆，你用这石头来浆。嗰时咩轻危险的？可是问题係那一批人囤那一批人在长哦。加冬人囤新兵人啊！哦，加冬人囤新兵人，好加冬人囤新兵人，唔係講兩個種嘅，係加冬人囤新兵人，但是要搶一條河巴啦。搶條河巴。搶條河巴嘛，等於你講嗰時候水開始水，慢慢的要燒嘅，我哋那個所謂的沙洲從肉出來的時候，伊都開始要嚟沾嘅沙紅嘅沙體嘅。河巴水一來啊，種啊平嘅唔啲，去甲接線田那隻啊，嗰時候你用這石頭嘅來好。咁你發唔一定每一年我炒一擺哈。冇呀，每年嘛會炒啊。係啊，因為等如果明白種植的時候，如果重新都是又要打一擺。但後來咱慢用嘅，因為用嘅關係，咱慢慢就冇得炒咯。應該也係生發見來見好嘅。好，唔是在一長嘅度天來啦，係啊。咁創業擺沙期總統劇場睇你咁嘅神秘開始做事情，你這個有參加冇？有啊，我都演吞水白婆。哦，吞水白婆。咁你這個因為講創業擺去參加，也為我哋咧總統劇場來講話，你這個有乜個想法？因為先下吼，我感覺到我咁可以，過後嘅經驗啊吼，經做經驗個都咩過奇妙啊，因為。劇場嘅也得老師啊，吼，導演也得親耐心講安尼啊，咱體會到講，真是做演員吼冇咁簡單啊，係啊。係，因為以前差唔多嗰種在前一年咧，差唔多9年嘅時候都下戲嘅吼。咁其實就我感覺到講，哎呀，來的是做乜嘅，攞咩料嘅，攞冇攞片下就乜東西咯。其實就人對一啲對外地來嘅劇場嚟人來講嘅話。那個時候我以為講，到底伊哋想我做乜嘅，然後伊哋想我做什麼嘅東西，你有其實有乜個反應？有啊，因為來一下呀吼，我本來讀到，係講參教你是，唔是看過嘅，你是來要做乜嘅咯？如果講因為來要了解神秘，風俗文化，看是那樣嘅，我啲嘅吼了解，我帶因嚟去尋，一些。長者老幫妹嘅度，去了解，因為先下通俗不安尼，了解一下，看是那文化啦，嘛個神話咧安尼啦，了解，再進一步，如前安尼沙期，志工也得啊，也是進入到安尼活動嘅地方，要找演員了，看每一個人咧通俗嘛個，伊冇講一全，但是伊睇了解，看男人可以。咁而家找演員嘅話，演用得起嘛？又唔是總體嘅演。如啲人哋發通嘅現場一舉一動也都去簽。嗰時你如果你沙期趕埋幾點你發通嘅時間，一路睇開始嚟看，然後睇演員咪合適嘅人。咁其實劇本出來嘅時間，你有看過冇？有啊。嗰時第二個而有內容的嘛係。因為講屯，人即係個故事裡邊係個相親嘅伊個故事，咩即係歐白寫錯個啦吼。唔咧，我哋了解講吼，原來都係想我哋神秘嘅，頭擺嘅，文化，頭擺鮮面用嘅來看嘅係故事。我冇見到導演係咪行人啊？係。嗰時而係那邊嘅行人哦。
伊迄假意哦，伊叫北部嗰邊嘅行業啦，吼，係啊，因為其實是看在看個劇場表演嗰時，伊講伊個導演，然後伊開始是，都開始故事開始以前喺議題講嘅嘛，吼，啊，同時伊嘛中間嘛做有幾多事情，但是我會發現到講，原來我看到個劇場嗰時，咱抵抗哦，原來以前喺新北家棟嘅地方，吼，味道愛唱河壩嘅天籟，吼，明年會接石頭，吼，然後嘅天嘅故事，天嘅故事咧。中國嘅係有一啲北宮係用啊，帶人哋去潛到水岩梯係咪？係，佢係用我哋故事同人哋觀眾朋友講一下好唔好？水岩梯啊，吼，愈迄味道愛打漿嘛，啊愛吼愈熱天嚟，愛咱有水岩，吼愛啉一道，吼種族嘅，啊古時候愈一定身軀熱。吼，熱漿嘛，迄親身軀親甜的洗頭，有時候愈熱到水岩梯的時陣，頭殼愈清香。咁而家嘅水岩梯還有彩冇？應該是無彩的啦，是推去政府的，變啊用一支去打沉降水的。啊，有個地方咩有存哦，保留着哦，咩有親。當初以前的古醬啦。係古醬。咁等於講，其實有個劇場嘅內容。係根據唔同菜體的故事改編的。啊，我哋講做戲嘅人嘛係唔同當初嘅村民。啊，入去做戲嘅過程，我哋學習嘅過程裏邊，有發生乜有幾神奇嘅故事冇？當然，我哋唔係真實嘅演員專業嘅啊。嗰時候我哋係素人嘛，嗰時候咩有個咩幾好教啦，感覺係幾好教係啊。啊，能體會到講。做演員吼，真是蠻簡單的，因為一邊又一邊的經歷啊，經學習啦。你差唔多安尼練習嚟到19啊？3個人嘅咯。3個人嘅，哎，幾厲害啦！因為吼有唱歌嘅，有講話，吼又要跳舞，又要做台步，吼，因為其實你一定要扮幾多個角色啦，吼，一下又要摕個行路嘅，一下又要變成乜嘅，吼，然後而且最特別嘅一個劇係。唔係把個民眾利益喺中間，好，因為嗰度確實我都喺前面做不能看，但是有時間你如果要行得到民眾嘅隔壁，尤其係你開始喺打實戰嘅時間，好接實體嘅時間，好，你要把民眾利益睇嘅，可是等於你講，你有時間要行喺民眾地方去，有時間喺前面地方去，可是像你行來行去，有人行唔通喎？唔會，唔會，倒是觀眾啊，嗬，要見寬心啊，360度吼，見寬心啊，一上面是睇那隻，那個詞咩話？叫詞咩？因為伊下什麼講法？伊下有兩人嚟講法，叫我嘅隔壁阿婆啊，我將叫我騙到。佢重要嘅唔淨即個係村莊嘅戲劇啊，天擺喺做時係點嚟做啊？喺新北，係新北嘅哪呀？係北宮下，喺北宮下，係你連續2年。連續2年，其實也都北宮嘅故事係咪啊？係啊，因為一開始你兩個北宮嘛，吼，有啲北宮，嗰時嗰時都睇北宮下睇做有關北宮同當地嘅故事，佢幾時就啲情形樣嘅咯？哦，因為你親老爺咯，我是冇問到講要按多年，係，因為我想講疫情嘅關係啊，吼，怕會冇人看咯，啊，因為我哋都同村民間。講吼，也16、17吼，4月16、17有做戲哦，吼，啊有市集哦，吼，啊大家就看到呢，啊因為一看呢啊吼，是很個好奇啦，講鄉長也有，村長也有，啊理事長也有，還想講因為係唔係抱着安尼嘅心態嚟看到呢咧哈，啊我們都真是一等多年，係啊，我記得最重要嘅一件事情講，譬如講要要裝條劇場。做起以後，吼，竟然你嘛去到女僕嚟做搞工廠，咁你要想到講把嘢嘅劇場，譬如講讓我去行路，讓我去座位，吼，讓我去表演，要留下來冇？要想我留下來一件事情。當然有啊，因為我想一個戲啊，吼，雖然結束嘅，但是希望一個文化啊，吼，可以繼續落去，吼，唔係結束就結束，吼，希望吼。客委會啦，吼，可以關注講啊，也客家文化吼，遠遠久久的能夠繼續落去。
可是伊个总头剧场唔单止係做出俺哋總頭以原本的故事，同時嘛用總頭嘅人去做成本土嘅人看，比如他哋講人類睇神秘交通，在以前的世界又發展出安尼嘅故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話有個多個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咱节目，我哋屏东新比赛去发展协会的水琴者，同人讲我哋总统剧场睇一点新比，睇个做时节的一个情形吼。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哋根本吼看到几多特别的东西啦吼。多多你哋有讲到讲，你其实新比发展协会嘛，发展我哋个实力啊，实的力量，好实物的力量。咁，下面同人观众朋友说解下讲。咁從你哋實的力量裏邊，你發展得出乜個東西咯？像火鳳書啊，哈，如喺正修科技大學同埋咧，哦，因為要深入到偏鄉，哦，同埋咧天數，哦，研發的東西，啊，也個東西呢，係在地嘅黃梨，哦，啊，特別火龍果，啊邊太湖山下有一廠嘅用雞廠啊，伊攏用有機嘅。给上的卵来做的，古所有的东西拢亲有机的无毒的来做成的。对，如果火龙果凤梨、黄梨或者火凤嘛酥伊面要用刚刚讲鸡卵靠来做，可是也什么都很能载体的东西嘛。火龙果同个黄梨，你嗰邊嘛有？有啊。也等於如果從人即家嘅沙區地尾旅遊出產嘅火龍果，還有我哋嘅黃梨，還有我哋太湖山下尾，伊啲用雞廠出嚟啲雞卵，做成一個火鳳酥。咁一火鳳酥當初我哋講設計出來以後，係委託乜人做啊？委託東港嘅華珍食品，麵包店啊，佢同我哋做嘅。咁樣嚟法，等於如果我有搶嘅一啲我哋算係有名嘅一啲推廣廠嚟做，咁你係安奈買得到咯？東港都買得到嘅，係，因為有個東西係正修科技大學好師生安尼研發出來的。係，咁東港買得到，新比買得到。新比愛提先講，愛聽，先聽得咧。係，古說若係有一兩個人新比嘅話，我先同人哋講，人哋會來提接洽。好，都對講，請問一下，發展安尼一啲人哋講火鳳酥對你新比來講，一啲意義係乜個咯？也係對農民啊，有幾好嘅幫助啊。起碼可以同人哋農產品推出去，同人哋撒去。變啊，伊個伴手禮用的呀，係也幾重要。因為其實像有台灣人我常常會講，譬如講嗰種見面係去墾丁，無論去哪撩人，那個買一啲一籃的火龍果，無論黃梨，有種人家幾多個小姐唔會吃黃梨啊，所以種黃梨能用嚟輕買黃梨咯。有無論講我哋買一啲原來水果黃梨下去嘅話，其實有啲人嚟講唔方便食。好，但是變成一個安尼的禮盒時間，其實如果方便你啊，我買過去可以唔會見面醫生嘛，可以聽伊人食，無論有限的時候人食，幫茶的時候人食，好變成一路一個幾方便伊實用的一個東西，但是對我哋農民來講嘛，伊嘛算係一個銷售，好，把我哋呢火龍果，把我哋呢黃梨，好變成一個他個人可以去帶出去，帶過去台北，好，無論送人，好，我比我哋原來嗰種水果來講嘅話。也不講應用的程度也夠啦，係啊，嗰時等於講，像你啲農產品的改造嘛，像你當初都有一個想法咯。因為真係太好啊，如人家嘅鄉下因為幫協助人哋偏鄉嘛，如嚟新邊要看嚟幾久如你會講新邊有安好嘅水果，按無幾少用農藥如想講。
用药的东西来研发成可以帮助我们的偏乡的地方哈，能不能有更让大家能够看得见新皮啊？系啊，你们挺用心哦。有安活东西哈，但是真正有时间，讲，其实有时个先生水果真的有时约唔到出去，好，因为路途遥远嘛，哈，有的眼看有可能，但是样的东西，眼看你都可以买啊，好，买送本人啊，好，啊，你变成讲，以后要销售的通路，伊变成个大嘅，接触嘅係人消費者越來越多嘅，啊，但是入邊有啲個特別嘅東西，你講數字加法律吼。因为数字加法，香港的bản身以前的什麼在搞時間，哈，比如把你挪啊，哈，塗的數字加，但是我看好了也係數字加法，係一啲染頭那模呢，哈。當初呢，我想我去發展下個數字加法嘅染頭那模嘅東西咯。數字加法啊，哈，有一啲佢好演員啊，如一啲朋友啊，哈，拿定一頭，哈，數字加法啊，哈，嚟每個人講也可以。染頭那模啦，啊，我哋佢好奇嘛，我哋吼天那嫩啊，吼，啊，葉味啊，仲有葉味染啊頭那模香啊，拍頭那模香，有色，啊有色嘅時間，我哋想講對種噴先啊，吼，都大量嘅種啊，啊種嘅，我是認為講啊大量嘅種係唔係可以去洗澡嚟，吼磨粉，即個慢慢地做實驗啊，吼啊加上一度何首烏啦。哦，南香啦，啊個咖啡啦，吼，落去做，經驗後啊，研究嘅經驗後，伊嘅色啦，吼，感覺到說研究啊有咖啡色，冇如葡萄紅嘅色嘅，啊慢慢你再研究啊有無色嘅，嘿，一步一步嚟，也種嘅東西啊，吼，完全冇加化學嘅東西，古所謂天然。係而咩頭都唔知講。嘛，一開始係咖啡色，後來又有葡萄酒紅色。可是本代年代我哋呢數字加法，營養出來係乜個色咯？係橘色哦。哦，營養出來係因為我的印象裡邊，有一些嘅粉紅橘嘅嗰種色嘛，哈。可是我突然想講，可以染色的時間，染頭那模時間，我都想講，可以很用啊，變成一啲無色咯。要變成無色啦，吼，必須要加嘢呢，我哋客家做藍山嘅藍草粉，藍草。太勁太強啦。係太強錯。係清代啊。係錯，我用加安尼嘅東西，吼，那麼有形成一個樣嘅咖啡色，深咖啡冇如淺黑色，冇如亞麻綠嘅色，每因為頭那麼嘅多色髮質，冇如拍啊長度。冇共用哈，嚟決定也顏色。對，你講拍個長途同使用嘅量嘛，冇共用，可能要個拍嘅時候把它用個度還是要用個久。時間嘅問題。啊量嘅多少？係也嘛幾重要。啊，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哋譬如講我哋體白營養嘅時間，睇啦冇，不用久啊。不用差唔多1點鐘。1點鐘啊，冇走係啦。對呀，我先問一下，嗰個粉係咪要先透水？係，先透手水。哦，透水，好，變咗像港用嘅時間，咁頭那冇要先裝色冇？愛，要先裝色。係，先色一邊。先色一邊。好，先色一邊以後，然後就把頭都裝好嘅像港用嘅，好先去過落去。過上去。過嘅咁等1點鐘。啊，用毛線毛如羽毛嚇。好，等1點鐘沖黑。等1點鐘沖黑，安尼如何誒？如何誒？咁唔同講，嗰種講啊，色時啊個沉些的嘛，如果加長帶係咪？係沖黑一下嗬，如再加天好嘅一樣嘅藍草長帶，係啊，如會形成有無色咧。哦，嗰種等於講，嗰種啊體白用嘅時，體白我話唔前用長帶嘅時間啊，體白用色時係嘛，會可以變成咁嘅主管色。葡萄紅係。葡萄紅係，假使講
呀，用铁边的时节有隔音咩唔怕呢？嘿呀，我想讲，葡萄红其实嘛，佢讲呢。佢讲，像我一下食咩葡萄红的色。嘿呀，因为我觉得讲铁色要变成安尼像主观性样啊。葡萄红可能对于这个西妹来讲嘅话，因为讲啊天气如好呀，我唔想拖天气啊。係啊，嗰就講，譬如講啊，西奶是唔適合用葡萄紅嘅方法，就用天然色的是表面變成過5色的時間，啊，就用天然嘅長帶的色。咁天然機嘅話，差唔多表現叫啊？你咪1點鐘。咪1點鐘。哦，至少講對我哋身體來講，話也係一啲純天然的東西啦。因為我頭一看到有經過 SGS 的驗證啊，係咪？有哦，係，因為也幾重要啦，因為更加化學嘅東西太多啊，對人嘅身體會造成過敏啊，也都好有會毛呀。我說，例如要求大家吼一天都嚟檢驗嘛，讓消費者吼讓驗嘛幾安心嘛。係啊，也嘛幾重要吼，因為其實真的，看到人看到有個標誌的時候，都提講，哎呦。那真是唔係隨便講嘅喲，吼，因為有啲人講，哎呀，有這純天然，但是底部可能有假啊，或假嘅，吼，你就看唔出來。但是你有去驗證過、去檢驗過時間，吼，如果問他，你會相信講，哦，也真是係嗰天然類的東西啦。咁當初你發展下東西以後，有幫我哋啲村莊人使用冇？有啊，有幫誒嗰度朋友啊，吼，攏吃過啊，係啊。誒，等你反應用嘅。反正講安怎有按黐咩嘅東西可以因為香港的版式是細妹會搞嘅東西，係啊，冇想到而家變成變成一個染料嘅吼，係啊，因為我哋嗰度從來會講到講，有啲人古天嘅話，要去染頭啊膜呀，而且我幾擔心講，伊咁樣講見用我哋化學嘅染料嚟講嘅話，你喺個攞時就對我哋嘅腦筋、對我哋嘅頭皮啦，有乜嘅影響冇？係啊，冇乜嘅刺激嘅。咁種啊，一般來講嘅話，我哋一種天哪買得到啊？我哋新比如買到嘅呀。因為我哋一般好家在 DOC 啊，我講嘅 DOC 同我哋天數，不管是蘇格法，還有那個雨來菇啊，情人的眼淚啊，也都攏有故事嘅呀。阿爸有鳳梨啊，沒有故事嘅呀。種一起吃鳳梨啊，一起食鳳梨啊，也沒有故事嘅呀。阿爸屯來吼，種嘅理念無共樣啊！伊咧講誒傳統嘅吼，傳統嘅行銷、傳統嘅做法，阿來如講要改變，吼，如因為安尼無爽快，啊毋過更加嘛做啊幾好嘅啊！嗰時其實喺我哋嗰度總頭地步，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嗰度人幾努力，去把我哋總頭地步嘅文化和我哋物產，去做一個幾好嘅一個整合，希望講真是可以從頭看到也要總頭。我哋今日感謝我哋水琴姐嚟我現場嚟分享很多神秘嘅故事。大家記得經過屏東嘅時節，入來神秘老料哦。有時啊，我在聽我哋欣賞來，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